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好高興咧，就揾到新源資本投資總監馮宏遠 Thomas 啦，同大家講下咧，即係2026年嘅一個投資展望啊！Hello Thomas。Hello Kimi， 大家好。好似好見外咁，但係其實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即係 Thomas 㗎啦，因為知道咧你喺即係成個睇環球市場啦，或者講緊資金嘅一啲調配上，你都好熟悉。有冇見到咧，即係資金係流向邊一個市場多啲咧？同以往25年嘅 Q4 有冇分別咧？如果講話同即係上一季啦，即係25年嘅第四季比，咁其實我諗有個比較大啲嘅分別就係見到即係舊年第四季都開始有少少叫部署，就係好似個美股之前好似連續即係勁咗2-3年，點解好似有個比較大少少嘅拋售咧？咁當時嘅講法當然就係話，即係 AI 開始有啲估值上面嘅擔憂，亦都有啲即係往後佢哋究竟會唔會嗰個資本開支太大？會有叫還款能力嗰個債務上面嘅一啲憂慮啦。咁當然你話去到而家呢刻，其實如果我哋真係睇翻，一嚟佢哋好多都係啲好長期嘅債務，二嚟其實都有唔少評級機構出嚟講翻，就話其實個憂慮冇咁強嘅。所以調翻轉頭講，基本面係冇乜事。但係經過舊年第四季嘅一個叫做拋售或者調整之後咧，你見到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容易全部上翻新高喎。咁其中一個原因，我諗有啲方向就係資金開始，即係環球資金開始有個部署，就係佢哋諗緊嘅唔係單單講我投唔投資 AI 或者叫做美股嘅好多行業嘅問題，而係佢會有諗一樣嘢，就係喺美元資產係咪要適當地有翻啲分散？而似乎呢一樣嘢喺舊年嘅第四季開始有啲部署，或者有少少人做。資產由美元為主嘅，開始逐步開始分散去緊唔同地方，而一個唔細嘅部分係去亞洲嘅。咁但係你覺得即係今年整體嚟講咧，港股繼續向上，甚至去上到3萬點嘅可能性高唔高？如果係講資金都幾願意去拍入呢啲亞洲嘅市場嘅話，利好啲可能貼近29000或者輕微過29000少少，我覺得機會都有。但係咧個前提係來自咧，即係今次呢一段嘅來自就應該來自兩樣嘅。第一就係資金會幾集中喺第一季會移走，或者叫做從美元為主嘅資產嘅地方會撤出。咁但係嗰個撤出就唔係走晒嘅，佢哋只不過好坦白講，我覺得係一個第一就分散投資啦，第二咧就有一個。都越嚟越多人講，亦都其實都好合理嘅，就係一個叫貶值交易，就係其實美元以購買力計價嚟講咧，長遠可能會逐漸轉弱，就唔係好似之前嗰種好強嘅美元嘅狀況，咁變成咧大家都要揾地方，即係你揸住啲錢，咁當你知道如果美元購買力係即係持續可能都要轉弱嘅時候，咁你就要揾地方拍。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你如果大家有留意貴金屬，即係雖然我哋超前少少講啦，就係貴金屬其實喺舊年係一個表現差唔多最好嘅少數板塊之一嚟嘅。即係你就算以金咁大嘅部位嘅資產嚟講，其實都係即係個回報係相當之不錯。咁其中背後嘅一個原因就係即係有好多人就 focus 會講就話地緣政治。即係好擔心，驚打仗諸如此類。但係其實而家睇翻轉頭啦，即係當一刻係唔知嘅。但係如果而家睇翻轉頭，似乎講地緣政治嘅部分，或者講話咩大家好擔心打仗部分，似乎唔係好企得住腳嘅。因為個狀況係並唔係一啲好傳統嗰種，即係譬如好怕有地緣政治有呢個戰爭問題。咁跟住除咗金之外咧，就應該會油會升啦。然後仲有就係應該好多時環球股市都會因為咁樣有個好大嘅衝擊，但係你見唔到嘅。而家呢一轉你見唔到，反為咧見到持續地咧就係一啲非美元類嘅資產係持續有上升，係啦，有上升同埋有資金流入嘅。咁所以其實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嚟緊都真係需要留意，因為其實美元嘅呢一個 keep 住轉弱嘅情況，可能
要維持一段都唔短嘅時間嘅，即係隨時可能係2季以上，甚至乎可能成個2026年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咁變成呢一部分即係我哋叫相關叫做貶值交易有關嘅一啲 position 或者一啲投資就要留意啦。不論頭先講嘅可能貴金屬，以至其實我覺得亞洲股市喺呢個位度都會受惠，咁連帶變成中港股市喺呢度都有一啲幫助啦。咁所以就會升到上去啦。咁另外一方面就行業上面嚟講，雖然中國經濟就不能夠話2026年會好大好㗎啦，咁有啲憧憬嘅，大家而家嘅憧憬可能都仲係喺啲消費嘅部分，但係我諗其中一個需要即係都不能忽略嘅地方就係個內需消費會唔會好就好難講，但係我諗行業無論喺政策上面又或者嚟緊能夠有少少比較有突破點嘅，都應該係同科技有關嘅。咁科技有關，我哋講緊可能譬如中資科技股相關嘅，無論我哋而家見到最大嗰5隻啦，即係 ATMXJ 呢幾隻之外，其實亦都有唔少係本身喺呢2-3年，即係 AI 發展、機械人同埋相關嘅一啲科技，即係你見到嘅美國做緊嘅嘢，其實中國都大約有做。咁規模進度當然會有啲唔同，但係大約都有做。其實呢啲公司都會準備上市嘅。咁其實可以咁講，呢個嚟緊嘅第一季、第二季都應該會係佢哋上市嘅 window。咁亦都希望即係叫做 hopefully，希望喺呢個上市 window 嘅時間就會係都係高高興興咁上，而唔係跌到傻晒咁樣用個唔好嘅價錢上啦。咁所以就大家都會叫做咁講，叫做自己希望自己好啦咁樣，即係會有一個咁嘅狀況嘅。咁我覺得短期嚟講，呢一啲購買力都可以頂到多一陣嘅。咁所以就會變咗整體港股嘅狀況都係先高就後就難講啲啦。但係前面呢段都應該係 OK 嘅，咁啊，但係就嗰個升法就唔好去諗就係話升得邊啲好似科技股好啊，跟住就走去諗埋其他嗰啲咩內需啊，其他以前好興噶嘛，即係升得一範就會成日會諗追落後。今次就未必有太多落後，而反為可能會係好集中，只係喺某一啲嘅譬如可能中資科技板塊，跟住就可能係升某啲好特別嘅龍頭股，因為佢係個指數靚，但係入邊嘅細股會唔會好好咧？就嗰個 window 未必會，即係嗰個炒作個 window 就未必有大家想象中咁長咯。咁所以呢啲位就要小心啲。即係調翻轉，可能係講緊新股上市嘅市場個氣氛啦，或者係嗰啲資金都繼續係去集中於新股市場，就反而帶旺咗港股一啲叫做科網科技股嘅板塊。係啦。咁啊，啱啱咧有講到話，即係美元貶值交易啊嘛，咁啊可能從美股撤出噶咯喎，即係啲錢。咁美股上面嗰個資金流入會唔會比較擔心少少咧？會緊啲咧？呢個都有一個講法，就係大家好似覺得，喂，咁你都講到，即係 Thomas 你都講到，又話呢個資金從美元流出啦。咁就即係美股就死得啦，而家仲要咁高，咁仲唔跌到傻咁樣？呢個情況就兩睇。點解咁講咧？一方面你可以話喺個以指數嚟講，即係如果你以股票指數，即係譬如我講 S&P 500納指嚟講，可能就真係你預咗，尤其是2026年嘅可能第一季，甚至乎上半年表現都不會太好噶啦。即係佢要連續接住破頂咁樣嘅機會咧就唔太高㗎啦，又或者咧，譬如而家納指已經23,000幾啦，咁你諗住你想我今年上半年個目標係26,000，咁我就覺得就太過大上頭啦，個機會就應該好微，唔高嘅。咁但係你話另外一方面係咪資金從美元撤出就代表從美股嘅全部撤出咧？好明顯唔係嘅，因為佢從美股撤出都好啦，就算當都只不過係咧撤出一啲比較叫做開始會吹毛求疵啲啊、奄尖啲啊，估值好高喎，交唔到數嘅喎，就沽你。又或者咧啲行業其實唔係好似樣，即係譬如舉個例，零售其實真係麻麻地嘅，
即係喺呢樣嘢，不論喺中國好，喺美國都不算太好嘅。咁變咗過往之前就係有一段，喂唔理啦，跌咗落嚟年尾，即係尤其是舊年年尾嘅時候，係唔係都升翻上去？就係喂，因為估值低，我要揾啲嘢買，大家齊就擁埋去。咁呢啲嘢喺今年上半年就未必會發生，因為嗰個資金面開始冇咁，即係我甚至乎可以講話有啲偏緊啦。資金面有啲偏緊嘅時候，就開始揀擇，咁就唔會全部嘢買啦。咁唔會全部嘢買嘅時候，個狀況就係既唔會淨係買晒指數啦，所以指數唔會好好啦。但係留翻邊啲咧？就係佢要留一啲，就係大家都好清楚知道，而家美國個經濟係絕對未去到衰退嘅，即係唔係一啲全部嘢都要跌落去，亦都冇一個好大嘅金融所謂嘅危機啊嗰啲咁嘅嘢。咁銀行亦都唔會有啲好大嘅問題。咁冇呢兩種事情就唔會出現花 sale，即係唔會出現全部嘢都要跌落去。咁反轉咧就係大家都反為嗰個心態就會諗，你跌落去調整嘅時候，我究竟應該買邊一啲之後個基本面行業係 OK 嘅咧？AI 會係嘅，但係 AI 變得 selective，唔係全部都得。另外一方面就係會好集中聚焦喺一啲未來會 work 嘅。或者而家發展緊，可能未來嗰2-3年會發展得好快嘅新嘅產業同行業。咁嗰啲咧都唔係話你而家買得，跟住咧就冇事㗎啦。而家買得就一路唔會，佢都可以震盪得好多嘅。佢可以隨時係由你譬如而家買入，你可能隨時跌2成都要頂到嘅。但係你只要 hold 得住，捱得到呢個震盪咧，佢係有能力震盪式上升。咁就反為我會覺得。而家喺美股嗰個取態，或者譬如你當2026年，如果要開個策略，即係雖然都將2月尾嗰啲都講咗一部分嘅，唔緊要啦。咁嘅話就可能要分開兩批。第一批就係你仍然係要聚焦住啲大股嘅大股，我仍然係覺得同 AI 相關或者同科技為主相關嗰啲係仍然要睇實嘅。咁佢哋入邊當然公司有啲好有啲唔好啦，呢個都好難喺呢度一概而論講晒。咁但係喺呢個位係 mark 實幾隻好嘅公司，就我覺得係可以 keep 住㗎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係1加1嘅，一就係呢啲大嘅你當 M7啦，我用嗰個係啊再籠統啲講法，M7入邊你去揀，你去選最好嗰2隻至3隻。另外一個 basket 咧，就係喺科技入邊去揀1-2個做得比較好嘅新興行業。咁而嗰啲咧，我唔講揀邊啲，但係我可以同你講有邊啲可以唔使揀先。好啊。即係譬如有邊啲可以唔使揀先咧？舉個例就係譬如如果仲講緊咩FinTech 啊嗰啲就可以唔使啦。係。FinTech 嗰啲可以唔係話佢哋死晒，但係唔係最好，因為你喺呢個 basket 咧需要揀嗰啲，你要預咗嗰個震盪會好大。所以好坦白講咧，你係要揀啲好精英嘅公司。當然佢亦都有失敗率啦，但係揀啲好精英嘅公司，你係希望佢個升幅要係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去可以。叫做可以抵消翻你嗰個要冒嘅風險嘅，咁先啱數嘅。咁所以喺呢個位上面咧，有邊啲行業係冇咁大表現，或者嚟緊唔會好大表現咧？FinTech唔會係好大表現嘅行業嚟嘅。另外譬如講緊even 好坦白講咧，機械人都係某一啲嘅啫，只係機械人可能係同軍工有關嗰啲會好啲，但係非軍工相關嗰啲咧就喺美國係比較弱嘅，所以就呢啲就可以唔使點揀啦。比較好啲我可以講一個嘅太空相關嘅可以考慮。係啦，太空相關嘅係可以考慮嘅，但係太空相關嘅嗰個行業上面嘅你要做功課或者你要研究個深度要好深，因為有太空2個字，即係有 space。呢個名嘅好多公司，但係好多係並唔係嗰回事。咁所以呢度就要花功夫。咁説穿了就係喺呢部分就係 M7嘅部分，你就可能憑大家嘅即係炒開股嘅經驗，你仲可以有少少拿捏到，你知道點做啦。
但係後面嗰個1+1嘅第二邊咧，就一定要嗰個選股你就一定要好做功課啦。呢個就冇辦法喺呢度講到太深入，因為隨時可能講其中1-2個 subset 已經係1個 seminar 嘅長度嘅嘢，我就冇乜辦法喺呢個度。咁但係即係叫做俾個 color 大家係其實係咁樣做同咁樣揀嘅，就會好啲。好，咁即係美股市場就大家唔使太擔心啲資金會突然之間一次過唔見晒啦，可能就轉去玩貴金屬啊，或者係轉晒去其他市場。咁但係咧，即係見到美股或者係講緊美國咧，其實今年都係有一啲宏觀事件會繼續去發生啊嘛，或者係佢自己本土咧，其實聯儲局又要換人啦，跟住11月又會有嗰個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呢一啲嘅即係叫做雙重呢個背景之下咧，會唔會話都覺得對美股可能會有啲衝擊咧？即係可能係講緊選舉之前咧，個美股就歌舞升平，比較樂觀少少。選舉之後咧，嗰個震盪嘅格局可能就出現喎。咁樣其實就可以咁講嘅，今年喺美股以至其實你去到環球嘅經濟都有一個好主要嘅議題。不過呢樣嘢集中喺美股會比較大啲，就係我哋今年要諗嘅就係，尤其是當美股過去2年因為 AI 嘅原因已經升到一個相對高位，大家市場俾咗一個好高嘅期待之後，今年要解答嘅問題就係AI 係有一啲成果出到嚟嘅，但係佢可唔可以去到嗰個生產力提升，去到可以衝破晒而家嗰個估值也好，以至就係甚至乎可以改變埋。因為如果我哋睇傳統嘅一啲經濟數據喺美國，個失業率係開始升緊，一啲就業數字係開始轉弱，咁大家都覺得就係呢啲係一啲典型可能趨向衰退嘅狀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知道嘅就係 AI 嘅出現係替代咗一部分人手啦。我唔係話好多嘅，但係替代咗一部分人手，令到其實可以喺一個冇咁多，即係請冇咁多人嘅情況之下，都可以維持到生產力，甚至乎更加好嘅生產力。咁今年會有個講法就係 AI 究竟係泡沫定係真係可以憑佢嘅生產力提升或者嗰個技術改革係可以做到嘢咧？Versus 另外一方面啦，就係其實呢個都係一體兩面嘅，就係如果 AI 係泡沫，咁即係之前嗰啲投資係冇乜太大用㗎啦。咁以而家嘅美國經濟嘅狀況就會係一個可能趨向個滯脹嘅角度咯，因為佢係低增長嘅，即係唔算相對上嚟講唔會勁高增長啦，但係個通脹係開始升緊，又或者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啲嘅狀況，咁就會有好大嘅滯脹憂慮。咁但係反轉頭嚟講，就係頭先講個問題就係，如果 AI 係真係有技術改革、有技術革命嘅，咁其實嚟緊嗰個企業盈利反映到。咁自然你個 GDP 就會上翻㗎咯。雖然就會係一個好奇怪嘅，就係冇乜人消費嘅經濟增長啦。即係而家都成日開始有喺外國都有呢個講法嘅。咁如果係呢一種情況嘅話，咁個市就會升啦。所以你其實而家呢個狀況就係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入邊，就係你都唔知道，大家都未知嘅，大家都要啲時間先至會觀察到。咁要有一定嘅策略先至會，即係你要知道就係如果 A 咁你要點做，如果 B 你要點做，你要一路 keep 住睇住嗰啲數據，去到過多一陣嘅時候就會開始有，又或者要沙盤推演，即係要諗定，如果係會唔會有一啲 scenario 係可以喺兩個情況之下都唔會有一邊令到你輸太多咧？咁呢啲係我哋要做嘅嘢啦。其實大家對往後究竟嗰個利率地板去到邊度係幾多都唔係太過樂觀嘅。而家可能都係3厘附近嘅啫。咁變成下一個問題就係過往一路會講嘅啫，減息就好似好好喎，減息應該係有利企業啊，小型冇錯。但係個現實上咧，就可能只係短期減息。而長期嚟講，大家仍然認為個利率係唔會好低，都係 keep 住會喺3厘呢啲水平嗰度，就算減息都係。冇錯。咁呢個反映喺個債市，我哋就會見到咧，就係雖然話
似乎好清晰個路向係會減息，就算當唔係上半年減都好，下半年都會減埋嘅，因為 Fed Chair 嚟到點都會減啦。但係就算當係咁樣都好啦，話減息都好，你見到個現實就係只係反映喺短債度會比較有啲個債息會有啲回落，即係會比較有啲追捧。但係去到長債，即係比較長年期10年以上嘅咧，一路大家都係非常之唔睇好。咁變成個狀況就係嚟緊個日子會唔會因為單因為減息就可以提振到股市啦？過往就成日都會咁講，減息就一定個股市升。我覺得喺呢個位度就大家要小心啲，就未必會真係千祈唔好睇得太老定，就覺得今年尤其是上半年就會覺得減一下都冇問題啦，因為之後減㗎啦嘛，所以就個市就一定會升定先。我諗喺呢個位就要小心啲。嚟緊美股我唔覺得係會跌或者好差嘅，因為都真心講個狀況就係，如果美股要大啲咧，就應該全球股市都好難走得嘅。係啦，即係呢個係過往都真係幾好多次都係咁樣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使美股唔係會好大跌都好啦，佢個走勢無論講緊指數上面，以至可能我哋平時見到嘅一啲大型股，即係我哋平時好熟悉嗰啲。大家唔好諗住佢嘅回報同表現可以好似過往嗰2-3年咁樣，年年都好似哇好正啊！每年買喺度乜都唔理就可以贏10幾20%，就未必可以咁樣噶啦。佢未必會大跌嘅，但係個表現上面就會比較挫同辛苦咯。即係今年係絕對係一個選股年，係一個揀啱股票先至會有錢贏嘅一年嚟嘅。綜合嚟講咧，26年你會唔會覺得邊一啲市場個潛力啦，或者係我哋有一嚿錢啦，應該係個大部分嘅資金分配喺邊個位置好啲？定係因為而家又講緊即係地緣政治，雖然係偏遠少少啦，講緊美洲嗰邊嘅地緣政治啦，即係增加之下，定係都係買翻啲防守性高啲嘅嘢咧，即係貴金屬啊嗰啲。我諗如果你話今年要做，有幾個地方係留意嘅，雖然個比例上面我就唔想講得太具體，但係就係我覺得有幾個地方可以留意嘅。咁首先頭先講啦，美股都仍然可以留意嘅。咁但係美股就係你要有啲時機啦，即係唔係話我年頭我就眯埋眼就衝入去，咁你可能結果就和個啦。你中間可能要揾個時間，咁嗰個低位比較大啲機會會出現喺可能第二季。第二季出現比較大啲機會會係低啲嘅，咁你到時就可以考慮下啦。咁呢個係一個方向，同埋喺入邊去揀一啲啱嘅行業啦。所以頭先講選股啦。另外一個比較少啲人講，但係其實都升咗好多㗎啦，就係日本。係啦，年頭我係幾反，即係喺舊年年尾，我喺第二度有一個預測，我寫咗個嘅，就係話3大預測入邊，我幾反大家嘅一般行家嘅所有嘅預測。係啦，大家都唔係好睇好啫，佢唔係淨睇衰日本，但係佢哋覺得日本都係好難搞喎，你又要加息，老細，咁你加息個市又唔會就唔會行㗎啦，跟住你唔拆倉咪算收到，即係算收貨算執到啦，仲點會升啊？咁但係我嗰陣時我就講我話其實你要睇嘅嘢兩樣嘅，短線嚟講其實個日元未必真係會好強嘅，即係嗱結果個 end up 結果都係12月就話俾你聽加咗一次息，但係跟住就同你講 data dependent，咁就攤長咗啦，冇咁即係喺 BOJ 嘅角度，即係要或者咁樣，大家諗住候住想日元加息就唔係咁易啦。咁啊去旅行嗰班梗係最開心啦，呢啲唔使講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你會見到個狀況就係好得意嘅地方就係美元對其他嘢係弱嘅，但係零零舍舍對 yen 係冇乜嘢嘅喎。所以你見到個 dollar yen， 即係其實你呢個係日經啦，但係另一方面係啦，yen 係更弱嘅，然後 yen 係一路 keep 住咁。但係當然啦，你問我係唔希望 yen 係無窮咁弱落去嘅，因為如果 yen 譬如160都穿埋咧，就會出現下一個擔憂嘅，就係會唔會係央行冇辦法控制貶值？如果冇辦法控制貶值咧，就而家呢一刻你見到 carry 住覺得好過癮，即係買日本，即係除咗係買個行業各樣嘢之外，好過癮。就係會變成下一個問題，就係擔心，因為你嗰啲嘢始終日元計價嘅，你會唔會你個 yen 失控咁樣跌？
我覺得最好最 sweet spot 嘅狀態咧，係而家可以大概 keep 到，即係dollar yen可以 keep 到150到160中間。而另外一方面，即係呢個都係咁啱我哋錄影啊！呢個世界啲嘢可能會一路咁轉嘅，但係暫時我哋見到個新聞，我都覺得仲係符合我自己嘅劇本嘅，就係高市即係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啱啱就 call 咗眾議院解散。咁係因為即係搞掂咗個聯合政府傾掂咗。咁喺呢個位如無意外繼續行嘅話咧，應該高市會係可以有個比較長期而穩定嘅執政嘅。咁個市場嘅睇法就係高市係一個幾安倍晉三型嘅人嚟嘅，即係佢會好肯抌 government expenses 落去推動企業、推動行業去抌錢，係喺呢方面係你可以話有少少叫做放水啊，或者叫做喺政府上面去抌錢嘅。咁只要個成個即係譬如去到 BOJ 嗰邊，日本央行嗰邊唔係一個極速收緊，即係唔係一個可能一年就加1厘息，跟住收水收到傻嘅狀況。其實個整體嚟講係好健康嘅，即係會係一個肯有啲貨幣寬鬆，而同時財政政策係比較進取，再加上佢其實成個行業上面即係經濟上面行業上面嗰個之前我哋講緊嘅可能迷失30年行過咗啦。其實嚟緊日本嗰個狀態可能會比大家想象中好。咁但係咁講啦，買日股 OK， 即係指數 OK， 但係你去到真係個別嘅公司係唔容易嘅。呢個又翻返去個頭先講個問題，就話今年點解最難搞嘅地方就係好難俾到一個答案叫你，你買邊隻啦？得㗎啦，年尾到年尾就得啦。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入邊有好多選股嘅問題。我舉啲少少啦，所以可能對大家嚟講有啲偏門嘅例子啊，因為失驚無神講日股啲 number 咧係真係聽完你都唔知點算。但係我講啲可能大家都好明白嘅嘢。一般個案嚟講，你講日本最王道嘅股票，如果你要買，即係除咗指數之外，你要買嘅通常都係嗰幾樣嘢，5大商社同埋任天堂、Sony、Uniqlo 呢幾間。咁個結果咧，當然唔係全部都跌嘅 ，OK 嘅。5大商社係 keep 住都係升得好嘅。但係任天堂咧本身係一間好好嘅公司嚟嘅，係跌得好緊要。個原因呢個就係你有做過功課，就可能會避得開。咁但係都我都有啲好叻嘅朋友係專家嚟嘅，咁都真係睇漏咗就係咩？任天堂係一間好好嘅公司，佢啲 IP 非常非常勁，估值唔算貴，嚟緊嘅發展應該好好，但係佢輸咗喺邊咧？咁佢要買 Switch 㗎嘛？Switch 入邊有咩？有 RAM，有 CPU，升價，突然間呢部機個孖展就即係突然間個利潤邊際就突然間縮，咁就係因為一個咁簡單嘅原因，就令到佢股價我冇記錯應該好似呢2-3個月應該跌咗超過20%。咁變咗呢一啲基本面嘅嘢就要睇得好實，但係咧，如果你肯花功夫，又或者喺叫做有一定嘅唔係能力嘅，即係有一定嘅耐心啦，去研究呢啲公司，喺日本係有好多好嘅公司係，我夠膽講係，甚至乎講得誇張啲，發家致富都 OK 嘅，做到嘅，即係絕對有一啲咁嘅公司係可以，咁所以係我覺得係值得留意嘅，同埋嗰個即使講成個市，即係你見到而家成個股票指數嚟講 overall 都係少數，我覺得值得 pick。因為你問我叫我一定要揀一個股市嘅指數，去到2026年年尾或者起碼上半年都要 OK。美股我唔係好敢揀，港股更加唔會啦。頭先都講咗。咁數嚟數去其實唔係太多，咁日股反為可能係一個可以，即係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會做得到嘅 market 咯。咁但
係因為咧，即係節目時間關係咧，見到你可能喺選股上啊，甚至板塊嘅分析上，你都有講話有排講啊，可能係一個叫做 seminar 嘅一個時間，咁就唔緊要啊，係咪有機會可以聽多少少你嘅分析？好啊，多謝晒你俾個咁嘅時間我。咁啊一方面係嘅，咁因為都真係時間太短，好難講得好細緻啦。咁另外一方面都如果要深入啲講一個行業，我諗要俾到大家有啲多少少嘅知識去鋪墊，咁就未必可以喺一個節目度講得晒嘅。咁所以咧就嚟緊啦，就今年即係我新品牌新宇資本咁都出嚟嘅時候，都會想喺今年2026年會有一個整體嘅全年嘅策略嘅。咁今年咧就我就都好有幸啦，可以邀請埋蕭公子啦，我老闆係啦，係啦，咁咧就蕭素濤先生就可以一齊咧，就我哋喺嚟緊2月28號就會有一個網上嘅座談會，咁就係啦一個 webinar，咁我哋就會講晒成個2026年嘅全年嘅整體策略嘅，咁由佢係一個宏觀經濟專家去講翻，喂究竟今年我哋點樣？即係剛才頭先前面都有講嘅一啲，究竟而家係滯脹啦，定係可能會係一個繼續嘅經濟增長？我哋究竟應該點樣用啲咩方法去可以保存到自己資產啦，或者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策略？咁去到我嗰邊咧，亦都會真係會講翻，無論講緊係美國啦，以至頭先講嘅日本股市，咁我都會講翻多少少其實基本面係點樣啦，同埋會有一啲大家都相信大家都會幾有興趣嘅行業嘅，尤其是譬如 AI 上面，究竟一啲可能最新嘅發展，又或者頭先講緊可能太空科技咁有邊啲公司或者係邊啲行業嘅技術需要留意，咁我哋都會到時都會講嘅，咁所以記得咁啊如果有興趣就可以留意翻啦。